台湾第一颗大廖庆基老师呢，今年已经90岁。在政府的支持之下，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是来推出第2套的经典剧本集。这内底是有7出老师家己创作的经典戏，除了手稿，也有老师的访谈，就连台词也经过台语文的审定。希望这款珍贵的文化会当代代相传。为爸母惊性命，爱用力拼伊。歌戏演员伫人间国宝廖庆基艺术边啊，唱出做一个母亲伫生产的过程中辛苦使人感动的一面。这段戏是廖庆基老师家己的经历，甲伊生囝的时坚强拼命，甲囝生落来经过，编伫歌戏内底。为着要保存廖庆基艺术的经典戏剧，佮有戏出创作的思考过程，廖庆基文教基金会伫政府的支持下，推出第2套的廖庆基歌戏经典剧目剧本集。你若人的心情啊，心情的上舞台做有这个通看，有通看这种这阵人是安怎做。台湾第一颗大廖庆基老师今年已经90岁啊！伊讲第2套剧本集是让20档，搁再收集7出戏出，内底有手稿，搁有创作的口述访谈，剧本也经过台文的审定。歌戏剧团团长也表示，希望透过完整有系统性的记录，让外界了解传统表演艺术的文化底底。我们为什么希望能够透过歌仔戏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跟推广，让大家可以在一个寓教于乐的方式去熟悉我们自己的台语的语汇，包括用台语，来认识我们自己的台湾的这种风土人情、人文意识。剧团指出，歌戏是台湾早期民间的娱乐之一，廖庆基艺术规世人的岁月拢贡献伫歌戏，希望透过保存记录，让歌戏代代传落去。记者张家嘅王兴忠台北报道。